評核制度係教育及專業資格公信力嘅基石，向信息萬變嘅時代維持呢份信任，唔能夠只係靠延續既有嘅模式，而必須跟上科技發展嘅步伐，主動轉型。我哋喺2024年3月正式啟動 EAI 項目，目標就係建立一個全流程嘅數字評估系統，支援公開考試、國際同專業考試，全面提升效率同質素，推動創新發展。DAS 系統為考試提供全流程嘅支援，功能包括報名啦、擬定、組合試題、考試運作、客觀題目嘅電腦評分啦、人工評分、數據分析同埋成績報告。呢個系統咧，其實係採用咗先進嘅評核科技，同埋具備咗高度嘅擴展性嘅。譬如好似喺組題嗰方面啦，佢嘅系統裏邊係可以配合到咧多樣性嘅題目嘅，好似我哋一般熟悉嘅選擇題啊、填充啊、短答啊、長答嘅題目都可以處理到之餘咧，其實數學科嘅複雜嘅符號或者公式化嘅符號嘅題目咧，其實系統都可以係製作到出嚟嘅。DAS 突破傳統電腦應考模式嘅限制，做到同一個考試支援兩種電腦模式考試，包括提供封閉式嘅網絡進行電腦考試，又或者以雲端提供 BYOD 自攜電腦裝置模式進行考試，以切合考場需要，服務更多嘅考生。喺 DAS 嘅支援下，新電腦化考試嘅籌備時間大幅縮短。例如2024年，我哋獲得香港會計師公會委託舉辦電腦專業試。由籌備去到舉行首次2025年5月嘅考試，只係用咗大概4個月嘅時間，突破咗以往考試系統專試專用嘅開發模式，同時減低成本並提升靈活性。評核嘅公信力響數字時代需要新嘅根基。今天嘅轉型唔係為咗告別傳統，而係為咗讓呢份公信力響數字時代扎根更深、延伸更遠，確保我哋嘅標準唔止跟上時代，更能定義未來，為國家、香港培育優秀嘅人才。